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发起反清真镇压行动。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首都乌鲁木齐发起了反清真产品的镇压行动。当局声称，该运动旨在阻止伊斯兰渗透世俗主义生活，并主张极端主义。10月8日，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召开决战反清真化大会。大会指出，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意识，决战反清真化。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伊尔夏提乌斯曼领学发声亮诫署名文章：朋友，你不必专门为我找清真餐厅。东突厥斯坦同化政策，中国政府不断强化在东突厥斯坦的同化政策，连幼儿园的维吾尔孩子都开始受到中共洗脑教育的影响。穆罕默德是一个维吾尔小孩，他父母已被当局关进所谓教育转化营。当他被问到祖国，他说中国；当被问到是否爱祖国，回答说道：我爱，我爱。中国的国旗是什么？不是幻觉。你在哪个幼儿园？11名维吾尔人抵达土耳其。去年在马来西亚逮捕的11名维吾尔人已抵达了土耳其。据悉，在海外东突厥斯坦民间组织的努力下，关押在马来西亚的11名维吾尔人安全抵达伊斯坦布尔。马来西亚当局曾证实，中国政府向马来西亚要求将11名维吾尔人遣返中国。联邦调查局长警告中国渗透。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与联邦调查局长雷10月10日在参议院国土安全保障委员会就中国干预美国选举发表讲话。他们称，在11月中间选举将至之际，中国计划着影响美国舆论，正在开展前所未见的活动。美国正面临着情报领域最大的威胁。普京会见哈比卜，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混合武术轻量级决赛冠军哈比卜。普京祝贺他在决赛中击败了来自爱尔兰的对手，获得冠军。普京说，虽然哈比卜以个人身份参赛，但他是俄罗斯公民，他强调自己公民的胜利是很重要的。